庆祝今日是3月23马祖生，伫新北市邦家主戏宫正闹热。由于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加新北市长侯友宜两人拢到现场作为参加马祖起家仪式，两人有握手、有讲有笑。被问了讲，不管是顶着什么人，敢会拢甲这个侯友宜合作？郭台铭伫笑笑咧讲，这是我的秘密。所以这个郭台铭呢，随去到台大癌症医学中心出席母亲会、音乐会，动作有够济。 我们马祖今日主办，咱郭台铭郭总裁吼，郭台铭郭总裁。先行去甲侯友宜握只手，两人起起楚楚，笑甲心花开。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来到今仔时出席邦桥主会宫参加起家文章，即摆回来将意基，因为要拼国民党提名总统，都爱面前甲在地乡亲博感情。我家出生、成长、大汉，这是我的根。 这是我的根。虽然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来到现场，妈祖看我大汉，妈祖保庇我的成长的所在。我来到台北，我来到北部，奋斗向前行。所以妈祖的心，妈祖疼惜大家的人，咱都要用这个心情，大家结做伙斗阵行。 马祖的囡仔爱做伙团结打拼。想这些吗？不管是见到谁都会可以合作吗？这种我们秘密。继续归庙口现场，郭台铭送侯友宜离开，家己是上战场，准备对文庄队伍做伙行动。面对支持者要讨签名，热情回应。文庄队伍的后一个活动，来到台大癌症中心参加母亲节的音乐会。 翁仔某共心和夫人张欣莹做参加，国民党预计后礼拜的正式提名总统人选，郭台铭、侯友宜人气对手，希望争取到出战机会。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